苏州评弹只能吴语区的人学习，错了，从今年起全国都可以来学了。苏州评弹学校今年的专业面试终于结束了，大家知道有多少人考吗？因为这个数据啊，我是连续做了8年了，前面很多期相信老粉也都看过，往年是300多人、400多人，最多是500多个，今年637个人考，我的妈呀！名额只有55个，录取率只有8%，原因在哪里？因为之前很多年，包括我们的时候考啊，它招生上面有一个说仅限江苏省内，但是今年开始招生简章上写的有祖国宝岛的来考的，有中国香港的，还有四川的、黑龙江的，还有江西的、山东的都有，就证明了国家不遗余力的扶持非遗。我们这个苏州评弹，你只有走出江浙沪才有未来。就像我之前去大连演出一样，你不能说只困在江浙沪啊。而且现在有一个严重的问题，我相信屏幕前看视频的朋友是深有感触，就是现在苏州本地小孩的苏州话说的不行，甚至很多人都不会说，甚至还有的人都听不懂。那你想，以前把招生范围固定在江苏省，是为了因为我们这里的人会说苏州话嘛，对吧？为了讲苏州话的你去看，那现在就是苏州地区的小孩都说不连签，是不是啊？屏幕前面当爷爷奶奶的，有父母的，你们的小孩是不是苏州话都不行？所以说嘛，这个范围变到全国了，现在大家都是一个起跑线了，反正外地的人不会说苏州话，本地的小孩也不会苏州话，那都可以来考了。这反过来说是好事。那么外省的这些地区的孩子一旦学出来，比如说他回了黑龙江，回了新疆，回了祖国的宝岛，就可以到各个地方去发扬我们评弹。当然了，这个事情对本地的考生肯定是压力更大了，因为本来没有那么多竞争的。实话实说啊，现在这个苏州评弹确实在一波强力的反弹，真的在复苏了。在20多年前、30多年前那个时候，评弹学校只是一个中专，那时候考的人不多，而且出口的选项也不多。你毕业出来，要么就是进专业团体，如果学得不好的，你可能只能转业，只能从事其他的。但现在不一样，大家有没有发现近些年苏州的那些面店，我去吃面的地方，好像里面都是要唱评弹有昆曲的，甚至那些饭店里面，好像晚上也都有唱评弹，说明老百姓生活质量起来了，吃得饱穿得暖，才能追求精神上艺术上的享受。所以对于这个时代的考生来说是赶上风口了。以前你们考不上专业团体做不了这个，那现在考不上专业团体，你们可以去景区、茶楼、面馆，对吧？都可以唱评弹，不一定要在体制里，体制外面也可以唱，市场需求量大。这个就让我想到了国内曾经的土木系，在房地产飞速发展的时候，哪怕2本3本毕业出来的土木系，也是马上可以呼风唤雨，找到工作，可以赚很多钱。但是现在房地产下行的时候，你们看看清华北大土木毕业出来的都不一定能找到工作，所以时代的风口是很重要的。那在视频的最后，小刘也祝母校苏州评弹学校越办越好，也祝苏州评弹这个非物质文化能够发扬光大，能够复兴，能够传播得更远。你祷告，一旦努力。